台中的公职处长张应东甲6个同仁胜诉了，市政府决定甲免职袂当领退休金，另外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该罚30万。疾管署警备组姓的组长获人指控霸凌调查了后，可即回改记过2届调离开主管职务。台师大有教授参与国科会计划，要求查某的骹球员一工爱抽血3届，连续14天，若准唔食就要扣学分。台师大即马要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台中市的交通局，这公职处长张应东去互指控胜诉了同仁，市政府9月启动调查，调查报告伫这个月26出来啊，认定讲有甲这部属胜诉了6个受害者，市政府即马是该记2大个免职，而且是袂当领退休金，另外也违反着这性别平等工作法，搁再该罚30万。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处长张应东后表出对下死性骚扰，市府第一时间甲通知接受调查。如今结果出来，张应东性骚扰是事实，除了记2期大过免职，退休金也袂当领，另外搁按照违反性平法罚30万。说性骚扰的人具有权势，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被害人他非常的多，哦，那目前提出申诉的有6个人，哦。那第3个是他这个期间很长，从110年到113年。张应东免职了后，要受公务人员的资格，不过袂当伫台中市府继续任职。市府表示，9月初9接到1位受害者申诉，启动调查了后，陆续有另外4名被害者提出申诉。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又有第6名的受害者提出申诉，目前搁在调查。调查过程当中，陆续又有第2位、第3位、第4位、第5位同仁来提出申诉，我们都要跟他做约谈嘛，那做成记录。那也希望张先生能向我们几位被害者道歉，毕竟我们之后还需要继续面对司法的仲裁，还有很长一段路的要走。受害者表示，调查过程搁再面对信心压力，搁较希望市府会当加强改善工课场的环境，避免这款事件搁再发生。因那立宪基金会认为讲，除了对加害者处罚，搁爱惩罚讲有唔敢讲的受害者。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状况位于长官的一些状况不敢说的这个部分，确实我认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应该还是会是常态的。立宪基金会表示，工课场顶对的宽势的性骚扰，受害者真可能为着保住工课，或者是因为宽势吞论。除了受害者爱勇敢站出来，工课场也应该确保申诉的管道真通顺，佮工作环境的改善也同款重要。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伫咧进步，咱爱为咱的生命找出新的出路。面对着这性骚扰甲霸凌，是绝对袂当吞忍。来看这卫福部新型传染病警备组姓的组长，互指控讲伊背书是地下皇帝共款，对这当然的歹歹叫个写公文。疾管署今日下晡是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讲这姓的组长这工课场霸凌案成立，可这回决议要改记过2届，改主管职提调，而且调离开即卖的单位。疾管署长曾仁祥也特别向同仁也有社会大众来回释的。这场霸凌议题持续的议论，卫福部疾管署嘛传出新型传染病警备组姓的组长嘛涉嫌霸凌暴俗，也有网友甲大声嘛当日的录音公开。对这项代志，疾管署27下晡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姓的组长这场霸凌案成立。考试会嘛决议甲伊调离原单位，背调伊的主管职，搁记过2届。网络上不管是录音档或者是文字的描述的这个部分，经过我们的匿名问卷以及面访，看起来都是属实。疾管署表示，顶礼拜成立专案调查小组，针对40来个相关同仁进行网络无记名的问卷调查，其中有15人愿意接受面访。经过提报安全甲卫生防护小组审议，决议这场霸凌事件是事实。为这件代志，疾管署长曾仁祥特别向同仁甲外界回释的。后续组长的工作由副署长罗一军兼代，以后也加强这场霸凌防治甲内部申诉的管道，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再发生。避免这个后续的事件再发生哦。那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宣导我们相关的申诉的管道，以确保这个申诉管道畅通。
疾管署搁再声明，反对任何这种霸凌行为，会好好检讨，会记得这个事件教训。也是卫福部2个市长加1个前市长，互人指控涉嫌这种霸凌案件，目前由处长李建德积极伫调查，一定29礼拜5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的员工受人霸凌来行底路，即卖的逼出白州公务人员受到这霸凌，包括着这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真济团体呢，今仔日是做伙来开记者会，还有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涵就爱调查清楚，公务机关也应该爱严格来处理，因也希望讲这政府呢会当同意公务人员做工会。劳动部劳法署发生公务人员疑似受到前北分署长谢义勇霸凌害人行底路一案，引爆各界的怒火。小连续引出其他公务机关疑似霸凌的案件，引发各界关注，包含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等等真济团体，伫在野党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提出完善的治安法令等的诉求，要求公务机关对霸凌案采用较严格的原则。政府机关里面还充满着很多的这个保守封闭、管理不当的这样的一个官僚的气息。那主要起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存在很多非常不合理或者不当的一些法令制度。检讨所有公务机关内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例如说绩效要求，或者是不合理、完全没有道理的政策，这些要怎么检讨？要不要检讨？而且应该是所有行政机关的检讨都要做到。劳工团体也来声援。做伙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涵行政调查清楚规站霸凌案，也呼吁政府修法，同意公务人员筹组工会，若无报考公务人员的人数一定会愈来愈少。他们只要内部申诉管道一反映之后，马上上面就交下来给他们的主管啊。既然主管在那里，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就会出现一些恐吓或者是莫名的孤立啊，影响啊非常深远。甚至于影响到年轻朋友啊，都不太愿意来报考，考不考？参与会议的国民党立委是强调，会伫29的议会提案谴责劳动部，并且成立这场调查委员会清查霸凌案。后礼拜的卫生环保委员会也安排洪新涵进行专案报告。民众党的立委是表示，12月初7要举行反霸凌大游行，互各界关注霸凌问题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到冠军。这世界的棒垒球总会也公布上届新的世界棒球排名，台湾这届增加1380分，总积分来到5498分。那日本目前排名是排第1，台湾排第2。这届台湾队的选手呢，特位会当摕到700万的国光奖金，但是南北两党要来修这再违法，这部分敢会害这国光奖金减对半呢？目前是也无都确定。世界12强棒球赛，中华队摕冠军，激励大家的士气。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的最新世界棒球排名，台湾摕冠军，那亲像吞大补丸，加1380分，总积分升悬到5498分，占第2名，嘛有更加日本的分数。日本摕到亚军，排名也是维持第1，摕到第4名的委内瑞拉排名第3。但是12强赛冠军选手，每一个人会当摕700万的国光奖金。不过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有意要修正再违法。行政院主计总处2月表示，若是修法通过，国光奖金恐惊抬一半，剩350万。那搞不好连这些球员的奖金都要对半哦。是的，原来700万要变350嘛。原则上都是这样。民进党政府不用拿选手当挡箭牌，我们也会誓死捍卫选手应该获得的权利。现在要避免的是中央的浪费，不是说财划法修正完之后中央就没有钱。怎么国光奖金应该是要增加，怎么反而会是减少的？在野立委批评郭国文甲主计总处讨好的对棒风声，强调会捍卫选手的权利。若是庆祝棒球摕冠军，传出总统赖清德因为改换500块纸票的图，行政院表示，无论是纪念碑、纸票的改版，都用台拢支持，等于收集各界意见。院长方面呢，也会来做一个相关的处理，然后再看会适时的对外来做说明。目前500块纸票的图是南王国小少棒队，真拄好的是图中的客家是前统一赛选手林志雄，伊嘛是台湾队长陈杰宪的前队友。会有小小感伤，真是只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我觉得应该是传承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了。对，都是棒球的东西，我觉得都是
都是让大家鼓励一点，就是让国人知道棒球。那抓票换做12强冠军队员林志祥认为有传承意义，新时代的球员摕到好表现，得到肯定，有助台湾棒球更较有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 U12亚洲小棒锦标赛延续大人的台湾队甲日本拍败气势，咱的棒球少年选手今仔日也是以1-0甲日本队拍败，进入到冠军战。讲到这台7大战第7局延长赛，台湾把握强势，一人出局强占2垒3垒，并伟干讲出内野安打3垒的跑者冲堂来到本垒摕到1分。实际上呢，这两队是拢真强，是一直拍到正规的第6局，有关是0-0，一直到第7局延长赛才摕到1分，甲日本拍败。那明仔载冠军战是咱台湾队要对决到韩国队，请大家继续为咱的台湾选手加油。来看这第4代的查某骹球队员呢，今仔日是透过立委指控讲，这教练和教授参与到这国科会运动科学研究计划，要求选手就要配合连续14天，逐天拢爱抽血3届，若准唔食就要扣学分。这研究同意思也是代志发生了后才来补签的。第4代是强调讲，已经启动调查，要来理清过程。民进党立委陈培如2月伫立法院质询国科会，表示收到第4代女骹球队员的投诉，指控教练甲教授参加国科会的精准运动科学研究专案计划，要求选手要配合，连续14天，逐天3届配合抽血，无配合就会互人扣比较学分。佫提出投诉者提供的通讯软体对话，指控教练不当威胁，要求国科会爱查明。我们当然愿意支持所有的运科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为符合研究伦理、符合上对下的关系是对的，而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好吗？是，谢谢委员。这项计划目前已经进入第2期，由中大学第4代体育系中间纪律病院等团队共同执行，主要针对咱女性脚球员为心理表现等面向进行跨领域的综合评估，以达成增加比赛表现的目标。很害怕就是被报复，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啊。就说我们又是受试者，然后又是协助实验的人，然后最后的那些实验经费也都不会到我们手里。记者找到投诉的女脚球队员，伊感觉规过程家己那亲像白鸟鼠，暗过原来有女脚球员支持教练甲教授进行计划，来强化因的训练表现。检测完就一样恢复正常训练了。对啊，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寒暑假中间，我们当作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已。测验的人员他们会全程在，我不是每天都在现场啊。学生如果说对我们当时讲解上他有误解啊，我们跟他们道歉，那个都没问题。对这代志，计划主持教授甲教练拢讲，合作过程引起学生囡仔的误解，真心向因表达失礼。第4代讲已经启动调查，查清楚过程，因为教练确实甲学生囡仔收取费用，所来做公积金，会请教练爱行。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经过2个外月审理检方认定黄孝庭涉嫌用这人头薪水保甲权的方式，伫咧诈领助理费，依照贪污罪属公务人员定在不实等罪嫌，甲伊提起公诉。摕现金来到法院，伊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的小妹，但要替阿兄交保。法官裁定黄孝庭以150万交保，限制自居甲出境出海，并且爱使用电子监控。高雄地方法院表示，是因为黄孝庭犯罪事实拢自白，而且检察官调查了后已经有掌握，同意交保。第2、第3、第4届议员为深受肯定之民意代表，竟然利用议员身份长期指示，以申报人头助理及低薪高报等手法诈领助理费用。黄孝庭获羁押2个月，检方第2备案涉嫌犯贪污罪，和公务员定在不实等罪嫌起诉，去服务处工作人员拢无回应。检方发现黄孝庭涉嫌以假人头、假薪水、官报诈领助理费。做第2届议员的期间，助理申领的薪水上悬2万6，以3万到4万申报，涉嫌以假人头诈领助理费1309万5千块，假薪水报原到145万5千块，计共1455万。伊承认所有的犯行主动缴费全部的犯罪所得，建请法官用较轻的量刑。羁押期间，他当然不能来参加会议，就大概就是影响这一段期间的那个出席会议的权利，其他都不会有。起诉的话，其实基本上他还要经过法院的一个审判嘛，所以目前还不会对他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校长动机的问题，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表示，需要经过科技会讨论。律师林书涵是指出，校长涉嫌诈领助理费的官司，伫选罢法三套修正通过部分条文了后，只要伊伫三审定宪了后，宣告有罪，包含原刑在内，拢适用袂当阁登记做候选人的规范，等于是一世人袂当阁参选。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预防诈骗，这台东县政府邀请陈树局指挥来宣导反诈骗。千万唔通因为小贪刷电脑来了解较济。行政议会2月通过打诈公领2点控，明年1月要来施行。这2点控是增加防止诈骗的面向，希望对源头来打击诈欺。目标是要包括逐年甲100亿的诈骗金额砸落来，也要来阻挡600条伫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世界拢是诈骗集团，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强化全民防诈意识，邀请爱心卖菜阿嬷陈树菊现身来反诈，分享伊家己的经验。过去捌互诈骗集团锁定，叫伊申请提款卡，嘛有诈骗集团利用伊申请口做诈骗，但拢互伊发现，伊忽悠大家，贪念是防骗的关键。天底下无遮侪好康，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不要想太多啊，够用就好啊。台东县警察局嘛提出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表示讲11月26日天，全国受理628件诈骗案，损失是超过4亿4千万，其中以台中上悬，敢若平湖县的警方无受理到诈骗案。受理了628件，财损的数，这个就4亿4678万元，这些人民的血汗钱，一天就4亿多。行政议会2月是通过打诈公领2.0，调整原本4大面向的结果，新增加防诈的面向。司法部做统筹机关专案会对明年1月开始实施，希望对源头来打击诈欺犯罪。目标包括当年阻挡100亿的诈骗金额，另外还有阻挡6万的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强化 AI 防治，深化跨境合作，监管防诈产业及强化被害人保护等各项新增策略及措施。另外，为了避免不是本国籍的用户伫出境了后，因留的移户卡互非法利用，透过连接移民署的资料库，若是经过查询发现讲用户已经出境，而且无伫个期限内完成 KYC 认证，就会把这个移户卡的门号停话断话。NCC 督导电信事业来成立不是本国籍的移户卡，原本统计差不多有221万的门号，加速处理了差不多有210万的。要连到移民署的资料库，大概11月初开始上线，所以大概11月初到现在应该不到1个月，我们就降了10几万。那12月初的话是全面上线哈，那预期效果会力道会更大。金管会嘛督导金融机构管制人头口座和信用卡的诈骗，除了强化虚拟资产洗钱防治和诈欺防治管理，嘛推动建立信用卡诈欺犯罪防治电子化通报平台，用来阻挡非法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讲伫咧外口，这龙洞犬、龙洞鸟，唔来伤害到这野生动物以外，甚至有人拢会开始互这狗仔虐啊！来看这家己内骹有一个民众伫因兜附近呢，饲200只左右的龙洞犬，故在这狗仔去掠车降价，防治所的人员去到现场要甲因抓，想袂到这个饲狗的民众呢，含这防治所的人员起冲突，甚至是出手要共拍。防治所去报警察了后，这个民众也以妨害公务罪上办咯。18半暝，嘉义县加托一名防治所人员去六甲乡买了一直互民众通报会虐车家人的龙洞狗仔，说互附近人阻挡，双方起冤家。拢有识才好，拢有识。啊，人就规定就是安尼，恁家己要共饲啦呢？袂堪的附近人长期接近的时间对调骚扰，加特所报警察甲附近人照妨害公务移送法办。另外，附近人饲龙洞狗造成环境垃圾的问题，也移交环保单位处理。加特所表示，常常互咧饲龙洞狗的民众主动执法，各项攻击，甚至各甲有问题狗仔身躯装的矫正器拆掉，互部分龙洞狗仔虐车家人的问题真歹解决，才会报警察。由于之前多次发生本所在执行勤务的时候，遭到非理性喂养人的辱骂，甚至是殴打，所以本次将不再姑息其非理性的行为。
嘉义县统计，这几年约车驾人的狗仔，7成是有主人，也是有人咧饲。当地警方数据也显示，民众骑车或者是驶车的时，拄到动物凶撞出来造成伤亡，9成是笼动狗仔规定咧约车。交通所认为，发挥爱心饲狗无毋对，不过也要尊重执勤人员，莫共骂，嘛莫共恐吓。确定危害人安全的流浪犬猫再进行移除。那另外一方面呢？喂养流浪犬猫的人呢，也要有自爱、有公德心，把环境呢清理干净。民间团体建议执法单位要落实精准猎狗仔，避免让爱心人士即是讲要甲笼动狗仔全拢掠去。民众要饲的时，也建议去人甲车较少的所在，减少人和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南韩首尔27号大雪，气象厅讲东港在记录的雪呢有16公分半遐尼高，是1907年有监测记录以来落上介大的雪。也若这落大雪也造成树仔倒去、失电，也有交通事故，当然是影响到这航班。真侪台湾游客留伫咧仁川机场无法度转来，也若台湾要飞到韩国的同款是受到影响。南韩首尔27落初雪，规片白茫茫。气象厅当天透早7点测到16.5公分的积雪，超过1972年11月28 12.4公分的记录，也是自1907年有监控记录以来上大的降雪量。那造成路树倒去、停电、甲交通事故等灾情，也造成上百班的航班甲客船取消或者是延前。是一直 delay 嘛，然后在机场睡了1天，换了班机之后2点要飞的，然后现在又被延迟到下午5点了。大电台湾旅客号召伫南韩的仁川机场、首尔甲京畿道地区出现8年来上大的降雪，真侪航班拢受影响，无法度飞。机场内的电子看板大量航班显示延迟。由于仁川机场目前的航机流量管制，我们起飞的时间必须要再延后。那仁川机场的旅客和延迟，发航这班原底伫透早7点外对高雄小港飞往仁川的班机，本来已经登机煞，也因为仁川机场的流量管制，机场公布爱旅客落机到候机稍等。很无奈遇到大雪，因为原本一大早要飞，然后到那边中午就可以到那边开始所有的行程，然后现在变打乱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华航 CI164因为天气延前到中昼12点半才飞，桃机场的影响更较大。28南韩往回桃机的航班目前有18班通报的变化，专家提醒旅客除了随时注意航班的动态，会当投保旅游不便险。每延误3个小时就理赔6000元的哈。那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延误4小时以上。理赔比方说6000元，或是延误6小时以上理赔。专家表示，旅游不便险真侪是按照延前的时间定额赔付。若拄到班机因为天气等因素延前，会当有更较侪应变的选择。不过也提醒旅客注意相关的理赔条件，较免影响到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波罗的海2条海底电缆线17、18这2天，拢互经过中国货轮1平3号挂登记，只也牵涉到德国、瑞典、芬兰、立陶宛，因是发布联合声明来表示关切。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日表示，希望1平3号会当去到瑞典海峡协助调查。中国货轮1平3号这座航程是为罗西亚奥斯陆加港载运肥料去埃及的塞德港。奥斯陆加港是北欧波罗的海上大的综合性港口，也是罗西亚第2大港。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了后，波罗的海就互人叫做北约之湖，因为4颗链长拢是北约的成员国。为卫星甲高航记录资料来看，长度225公尺、宽度32公尺的1平3号驶入波罗的海，升至17切断连接瑞典甲立陶宛的电缆，拖定航行160公里，较无24点钟内佫切断一条连接德国甲芬兰的电缆，尾啊佫细弯路航行。起定了后，佫正常的速度伫航行，互丹麦海军巡舰拿查了后，伫瑞典甲丹麦中央的克德加海峡落定等待调查。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日表示，希望1平3号会当往瑞典的海峡去协助调查。不过，伊嘛强调，伊毋是伫提出指控。Vi vill bringa klarhet i vad som har hänt. Regeringen bedriver inga brottsutredningar och vi kastar inga anklagelser omkring oss. Det har vi varit noga med också, men vi vill absolut bringa klarhet i vad som har hänt. Det här är andra gången på relativt kort tid som det sker allvarliga kabelbrott.
brott i den fysiska bemärkelsen. Och vi vill absolut veta vad det här beror på. 拖真重的店航行遐尼远，毋若真危险，阁是真了又的代志。一般的货轮根本无可能安尼做。代志牵涉到4个国家，德国、瑞典、芬兰甲立陶宛发布联合声明，对这件事件表达严重的关切。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行动。欧洲的官员是怀疑这是甲俄乌战争有关的故意破坏。早伫几个礼拜前，美国官员都捌警告，罗西亚可能会攻击海底电缆，也是关键的海洋基础设施。这是俄乌战争开战以来发生伫波罗的海第5件天然气管甲电缆等基础设施的破坏事件。德国国防部长贝斯托里斯19出席布鲁塞尔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就表示无人会相信这是意外事故，而且佫是24点钟内小连续发生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唔知观众朋友，你买物件的时阵，敢会看伊这产地标示咧？来看这中国呢？这中国的新疆长期防指控是强迫劳动、侵犯人权的所在。比中部一战加权的时阵，真侪国际企业就开始表态，亲像德国的福斯汽车，因就宣布讲，甲这新疆的工厂还佫撤起跑道袂掉。另外，日本做服装的优衣库洛，因的母公司执行长刘正正，伊也头一届说明讲，因无使用新疆的面。日本连锁品牌 Uniqlo 以简单实穿的风格，伫咧全球拢卖甲真好。母公司新销执行长刘正正，过去是一直保持中立，伫美中之间，伊是拢无选徛对一边，一直闪无要去讲敢有使用新疆的名花，一直到最近才伫咧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采访内面，第一摆讲出旗下的产品无用新疆的名花。中国是 Uniqlo 上大的制作中心。2022年，美国因为人权和劳权的问题，对新疆商品的进口实施严格的规定。真侪国际品牌，亲像 H&M、Nike、Adidas 这品牌拢配合表态，结果拢伫中国市场红抵制。刘正正无选徛对一边，互品牌伫中国是持续受到欢迎，而且热销。最近刘正正接受 BBC 的专访，讲到产品原料的来源和制作方式，讲一句“阮无使用新疆棉啊”，所落来就小可顿地，国讲若国讲落去，就会变甲伤政治化，后壁就结束这个话题。刘正正认为讲 Uniqlo 阁无算是全球有名的品牌，上大的市场嘛是伫咧亚洲。中国的门市比伫咧日本阁较济。虽然讲中国的经济最近是面对挑战，但是伊嘛无打算要改变即卖的策略。伊认为讲以中国14亿的人口，当地的门市应该会当对即卖的1000间增加到3000间，嘛会持续甲生产的重心放伫中国。阁讲希望伫咧伊退休进前，会当超过西班牙的 Zara， 伫咧全球的流行零售业内面做第一名。若要实现这个目标 ，Uniqlo 唔能够扩大中国市场，阁需要摕到西方的市场。专家分析，伫川普登来做总统，贸易战一定会升温的时代，企业要选徛对一边的压力嘛愈来愈大。西方的消费者相对是阁较重视劳动者的人权问题，刘正正要探版图阁有挑战。另外一间跨国企业福斯汽车已经和中国上海汽车合资，在新疆设厂营运真侪年，嘛持续受到外界做劳权的检视。27福斯发布新闻稿，宣布家己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工厂和伫吐鲁番的赤旗跑道卖予一间中国企业。发言人讲，这是战略的调整，工厂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已经和合作企业卖出去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澳洲政府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也个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中期院昨表决通过相关的法案，接落来会交予参议院去辩论。未来若准通过，针对违规企业上济会当罚到5000万的澳币，超过新台票10亿。澳洲中期院表决10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一项全球首创禁止16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用社群媒体平台的法案。这是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政府进行推动的法案，随期会交予参议院辩论，做最后决定。有受害青少年家庭认为，将为澳洲至少提供保护。Anyone that says that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has not lived through my life.Nor the hundreds of mums and dads that I've met in the last 8 months that have had their kids extorted and taken their lives as well. 若法案通过，无土前执行禁令的企业会面临相关5000万澳币，超过大票10亿的罚款。社群媒体公司认为，这项法律模糊有问题，而且凊彩。有青少年也表示，禁令恐惊会感觉更加孤立。
Since I struggle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lik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 think it would make those a lot worse than they already are, and could really affect, my life if going, in the long term. 学者分析指出，这个立法欠缺周全考虑，全面禁止至少向社群媒体，对其无的确有效。暗过可能会互挖苦社群的青少年孤立，大人也可能伫平台发表更较无适当的内容。Young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in anyway, and we see thi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think I've pointed to China before as a good example. They've banned internet for some time, yet people still use the internet. 中国对影响社群媒体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受欧美政府愈来愈大压力。TikTok 宣布会加强防范13岁以下用户希望年岁注册，佮限制18岁以下用户用美颜物件来改善平台对低效安全。公司新闻郑伟珍报道。今日下晡3点外，空军一台爱国者飞弹系统装备维修车，经过这台东台11线96公里的所在，无驶离去并落山架，驾驶含车长是轻伤，已经送病院治疗了。对这个画面呢，咱会当看到讲一台载运这爱国者飞弹发射器的军用卡车并且驶入去山架，加在车顶2个人拢无生命危险。军方和警方虽派人去现场封锁，也有派人去查，而且有派人去协助把这车要来拖走。不过讲到这事故原因这部分呢，佫需要时间调查。总统赖清德要出国去访问，路透社指出讲，中共将有可能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咱的国防部就表示讲，国军有信心会确保国家安全。另外，空军伫今日透早5点执行防空作战演练。高调人员提中午客土步枪、办公机枪、卡步整齐，自八早起8点，100多个高调人员出现伫台北政大后山。台北市后壁路第一摆伫政大高调正受注目，7项高调即要结束，重点驱步之迄个行军，讲求实战化训练。毋但派人伫四周警戒，要总放下达，诱导高调人员应变。因为政大后山是开放区型，部队行军真罕见，甲爬山民众斗阵，个人也会国军加油。很好啊，有在训练年轻国军的体力。我们看到这样，我们也觉得是很应该，也觉得很欣慰。国军强化台北市公馆以南经要起流行的地区防务，为什么会选伫政大高调呢？军方除了结合城镇战防会，也看准山区易守歹攻。专家分析，对部队快速到制高点掌握作战的优势有帮助。民众休息的地点也是战术要地。那其实战术要地的话，其实在战时很多部队在抢占。那透过实际的演练，让他们熟悉实际的地形地物，这个对部队的战力的提升来讲是有帮助的。战机危险位过天边，起飞声音响遍华人夜空。空军自备透早5点展开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3大主力战机 F-16V、IDF 幻象2000拢有参加。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乌星直升机也升空。战机区分攻守2边演练，严正接战的定数。另外，警方部17暗时执行太部操险，严正外岛防卫命令，战车驾车火炮对海上空中目标进行实弹射击，强化部队夜间作战。国军加紧战备脚步，因应中共可能因为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做理由，各一摆对台发动军演。任何蓄意制造台海紧张情势的做法，都会对区域安全造成实质的威胁，也会破坏和平稳定。那么这些都不是两岸民众跟国际社会所乐见。国军将下强军自备派出军机13架，其中9架超过进阶北部加西南空域，加上7架军舰。另外还有2粒空飘气球经过咱的北部空域，国军也拢严密监控应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 CPTPP 执委会年度大会会伫加拿大举行，不过外国媒体报道讲，台湾的入会案将有可能会放坑的无要处理。外交部长林佳龙就指出讲，目前台湾正在进行有限的咨商，照程序会搁再成立着工作小组，才会进入到协商。有媒体讲无要处理，这款是错误的讲法。
那罗总统要出访这南太平洋，总统附近的表示会过境夏威夷和关岛，和这侨胞一个地壳交流。今天早上因为在安排总统出访的事宜。 因为在3天就要出访，刚好跟友邦联系还有相关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时间能够确认。赖总统3早要出访南太平洋3个友邦，赴访正式会伫美国夏威夷停留2暗，关岛1暗，照管咧有机会和老朋友互动，参加地壳关门座谈，也有侨民宴会等行程。到夏威夷的话，能不能到我们的住处看一下？你点头，你现在是说会哈？ OK， 好，这里的建议啦，嘿，好，我的建议好。第二个，我们有一个联兵营在夏威夷受训，能不能去鼓励我们官兵一下？这个也是你的看法，嘿，都很宝贵。受台美中政治力的影响，外媒引用在内政的人士表示，27开始的 CPTPP 执委会年度大会，台湾的入会申请案互坑咧无处理，包含马来西亚甲新加坡拢无法度对台湾加这个资格有共识。对此，林佳龙回回讲，报道有误解，按程序爱先成立工作小组，才会进入协商。台湾目前也未受允准成立工作小组，不过现阶段甲会员国非正式的咨商，目前无人反对。 他有一个程序要成立工作小组，我们现在争取大部分的国家，我们接触都支持，没有反对，所以有一些报道是错误的，共识觉的问题。哪一个报道是错误的？对，他就是所谓的被他全部共识支持嘛？那你觉得那因为成立工作小组，如果有政治的干扰，也可以做知道。林佳龙阁强调，按照加拿大提出的解说，反对的国家甚至该陈述反对的理由，去说服其他的成员国。行政院也表示，台湾对入会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台执委会年度大会结束了后，会联合声明。记者综合报道。 常常听人讲，挂菜无挂唔食粽，囡仔无教是唔食人，细汉若无活，大汉是活袂屈。敢真正是安尼咧？这行政院会近来通过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甲爸母听解囡仔的文字提掉，改做是爸母教养的时阵呢，爱考虑到囡仔的年龄甲发展程度，袂当有身心暴力行为。不过家长团体是认为，政府无法度代替家长的角色，呼吁政府爱有更较好的配套措施。卫福部是强调，不是袂当管教，是爱用正向的方式。我小朋友现在是1岁半，其实就有点难处理。要3岁了，他们比较有想法，而且他们会知道会去钻你的漏洞。家长想尽办法要做好囡仔的教养，巩固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囡仔应该互看作一独立的个体，需要尊重沟通，不是教示也是甲拍干的。因应国在出世，政府鼓励爸母对囡仔正向教导。像我们这个年代，都是被打的长大的，觉得小朋友他还是应该要。就是我们要去处罚他，可能画一个格子让他罚站，但我会待在他旁边，我不能不理他。正向教养，例如说，如果他不吃饭，一直看电视，就是跟他说，吃完饭就是可以吃水果，立刻马上的给他鼓励。为着确保囡仔袂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同对待，行政院27确定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甲现行条文内面，爸母会当伫必要范围内顶解囝儿，改做爸母保护和教养未成年的囝儿，应该考虑到囝儿的年岁和发展程度，尊重囝儿的人格，袂当对囝儿做出心情暴力的行为。家长团体讲，虽然是好意，但是有麻烦恼无明确的定义和配套，即是提走家长的管教权。你的定义很不清楚啊，因为你是任何形式的身心，而且以孩子的感受为主，他要对这个法有正确的解读，避免他引用错误，然后一直制造亲子的对立。教育部讲，目前各县市拢有设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民众协助，嘛建议参考家庭教育资管目，也是较全国家庭教育资讯专线。这个父母亲不是说不能管教小孩，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正向的方式。未来政府在这方面呢，应该会扩大相关的这个协助，那并且呢扩大宣导。行政院讲，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了后，会请法务部、会同教育部、卫福部积极和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完善亲职家庭教育的服务，支持家庭发挥教养功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入秋了后，头一阵冷气团来到位啊，真侪所在拢发布低温特报，这天气是大过冷。气象署表示，讲这表列以北宜兰地区到拜六早起进前呢，可能会来到10度左右。加上拜六过后受到这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头有关是12度到14度。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几天啊就爱穿好少。
伫雪白国家公园内底的雪山主峰到大坝尖山这搭已经隔一顶霜，受到入秋头一波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但是上低温伫苗栗的大河乡是8.4度。气象署表示，拜五到拜六透早是上寒的，苗栗以北的平地甲宜兰地区可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苗栗以北跟东北部在今晚到明天清晨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10度以下的低温，甚至部分地区也有机会来到8度左右。那目前气象署也针对在今晚到明天清晨，在苗栗以北跟宜兰地区有发布低温特报，请多加留意这个低温的状况。那其他地区的温度大致上在12到14度。气象署表示，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六早起，接落来各地头空块所在受辐射冷却的影响，中部以北可能也会出现13到14度的低温。所以在周日跟周一的清晨的话，低温的部分的话，在中部以北大概还是有机会出现部分13、14度的一个低温，那其他地区大概在15、16度左右。气象署特别提醒，这波冷气团属于大冷，所以全台拢是侪云好天，早暗温差真大，提醒民众爱穿好少。另外，后礼拜一过头开始，东北季风会较强，北部这方面的雨水会渐渐增加，北部东半部到时阵可能会落雨。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大病院今仔日发表罗干中心成立2周年的成果，一个17岁查甫囡仔，伊去治疗一种罕见疾病，叫做克鲁熊症候群。伊一出世呢，就因为这头壳扁扁、面揪起受人踢笑，加在这台大医疗团队大家合作，经过20多届的手术呢，总算甲伊恢复到一般人的外观甲功能啊。17岁幼家是先天性颅骨膨早皮的克鲁松症候群患者，也是罕见疾病之一。过去常常因为外观甲一般人无同款，互周围人笑，读册甲社交拢是问题。不过，伫经过将近10摆大小手术了后，伊即马开朗够自信。伊讲毕业了后，想要甲一般人同款，找头路趁钱，也想要交女朋友。所有人都嘲笑我是外星人。但我觉得感觉不 OK， 那现在已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正常。负责治疗幼家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先天性颅癌患者常常需要看科别治疗。为出世到大汉无共款的阶段，要接受真侪摆颅骨甲颜面手术来解决颅腔、目睭、喘气、语言甲外观这问题。这几年来，医疗科技进步，即马采用高科技电脑辅助，比如手术导航系统、电脑手术仪器甲3D 的形等，因互颅癌手术更较精准、快速而且安全。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摸不到了，而且附近有很多重要的神经血管的大脑、眼睛等等。好，一方面看不到，一方面又要避开这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才需要这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医方强调，2年前成立颅癌医疗甲生态科学发展中心，帮助颅癌患者甲家属接受治疗。根据统计，为2008年以来，院内已经完成10多例重大颅癌医疗手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科技大学的团队最近开发 AI 智慧无人船，伫今仔日落水测试，这只船会当自动判断航线，阁有这上盖新的充电系统。另外，也有民间的船厂呢发表上盖新的军事无人艇，那会当做是军事用途，而且阁会当用来海上救援。这只差不多3米长的无人船200落水航行，这是高雄科技大学7个科系共同研发的无人智慧船向阳号。伊结合 AI 巡航系统，会当自动判断航线，而且佫是用氢能电池来做动力，船顶氢气嘛会当发电，供应无人船走长途。经济呢，你只要持续的供应，它就会持续的发电，然后充给我们的电子，然后让整个旅程增加。我船仔咧充电时阵，我充电盘甲我船仔的距离吼，迄袂使离伤远，嘛袂使离伤近，嘛袂使变来变去，
因变来变去的时候，伊迄个电吼会卖变来变去，安尼会互伊规个迄个线路都烧掉。罗教授指出，发电水底的充电系统定拄到充电无稳定的问题，因研发这款稳定而且会当快速充电的技术，是无人船减少人力的关键。未来希望会当用伫咧海事探勘等等的用途。另外，军用无人船最近也真抢，国内有游艇的厂商伫咧高雄国际游艇展发表国内头一只稳型军用的无人艇。目前整体研发完成啊，按算明年就会当落海测试。无人艇呢，它不只是只有那个军事用途，其实它有很多的那个在民用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啊。哦，那像以海巡来讲的话，自动收放那个救生圈啊，可以去做这些搜救的功能，这样子。业者强调，各国当伫咧积极发展无人船艇，台湾的造船产业该出名，希望学界甲产业界斗阵合作，来提升台湾的海洋实力。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人讲现代科技新产品是无数高人惯精神，事实上，咱台湾真侪农产品，拢有这个农民因辛苦打拼的精神。你敢捌食过这个金蕉做金蕉饼，或者是金蕉条咧？讲到咱台湾的金蕉呢，一年大概有33万吨遐济，不过有超过90%竟然拢是内销的。受到这几类的风台影响，有一寡品质较歹的金蕉，即摆农粮署也想尽办法要来研究讲，敢会当家做是加工的产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台湾过去伫1960年代，因为金蕉外销排名世界第4，所以互人号做金蕉王国。不过，即卖有超过90%的金蕉拢是内销，因为金蕉好食有营养，大家普通时啊拢是甲金蕉当做食饭饱的水果。农粮署表示，因为台湾过去的产量济，为着卖互卖出去，也是外形伤歹的金蕉拍算，金蕉加工真做是一条新的路。那因为香蕉除了鲜食之外，其实很多我们也是做成加工产品。像今天展示的，包括有做一些香蕉的脆片，或是香蕉的一些薯条，里面都是我们目前在积极来推动的这一个香蕉加工的一些产品，可以保存更长的期间、更长的期限，那更多消费者来采用。台湾金蕉种植的面积大约1.5万公顷，年产量约33万吨。台湾金蕉研究所表示，目前市面上除了一般的黄金蕉加工产品，青的金蕉因为有更较丰富的纤维，对要益健康的民众来讲是一个袂歹的选择。青金蕉内底呢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也营养成分也很高，尤其呢它的抗性淀粉呢大概有40% 以上。那我们知道抗性淀粉就是我们为我们来讲呢是更健康的一个会当控制体重呢跟这个低 GI 的食物。台湾金蕉研究所表示，今年受到风台影响，金蕉的价销对每公斤大约20块，起到每公斤大约65块，是起超过3倍。加受损的金蕉量变济，因透过加工，将黄金蕉、青金蕉变做是贡丸、烟尘点心、马铃薯条等等。农粮署表示，未来希望透过研发加工食品，提升台湾金蕉的价值。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接做手背盾接讲，你就会练等来看这家己的军剧团，配合着家己的保记生活节的活动，结合着这戏剧镜头表演加台语的培力课程，要用在地生活感，和台语学习变更较趣味。上台语鉴定课的民众分享家己用台文写的文章，有这当中学习台语的读甲写。除了课程以外，家己母语生活节，阁有戏剧训练在地历史镜头。和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会当有生活化的体验。生活化内底有台语，咱就是带大家哪认捌咱的城市，咱认捌咱的人文，咱会当和大家多方面来去了解，佫会当学到咱的母语。阮今年佫增加咱的台语课，台语鉴定课嘛是要鼓励大家会使上课了，会使去考咱的台语鉴定，佫有咱的大汉细汉讲台语。就是一寡嘛是囡仔人的迄个用台语来上一寡戏剧课。这届母语生活节特别举办台语鉴定的培力课程，来上课的民众拢伫读甲写这方面加减会拄着一寡问题，老师就建议大家爱培养使用字典的习惯。用写国语吼，可能10分钟就写好啊。写台语的文章去查，去用去想办法来用出来，爱训练2点钟。
每一场的台语课，每一个老师伊会使教互我的字词拢无共，所以我会使收集愈来愈侪台语的字词。一开始的时阵啊，莫嫌艰苦，莫嫌麻烦，一字一字落去查，啊查了对的，就你的啊，啊若无你拢一直记毋对。滚剧团配合家己市政府举办母语生活节，透过表演艺术甲在地文化来推广台语的听讲读写，希望民众日常生活加讲台语，嘛互学习会当加点趣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日本东京港区呢有一栋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是建筑师江启富开20年的时间起的。伊亲身去调整这南马孔的比例，提升建筑物的寿命，会当到200年，是一般南马孔建筑物的4倍。用铁皮围起空地，有一栋外观特别的建筑，伫瓦马路的路边。这是日本东京港区一个开发商的建筑用地。这栋建筑是建筑师江启富亲身打造，用20年的时間，家己施工建設。今のこの能力があれば、3年で終わるだろうと思って着手しました。それぐらいぼんやりしてました。3年とはうまくいかなくても5年6年だろうと。そしたら全然うまくいきませんでしたね。1905年出世的江启富是建筑系毕业，捌做过建筑工人、主体厂商的工作，不过因为对化学物质过敏，所以无法度继续工作。为了完成愿望，伊在2005年买到港区三点顶的这块地，决心打造家己梦想的建筑。但同时，伊敬仰的日本建筑界革命家石山秀武有一场讲课，邀请上课的学生为出新来建筑。这栋用海陆空生物命名，当时阵冒向瑞士法国建筑家勒科比德建的建筑，伊阵原路。开始伫伊的脑海成型。这栋建筑有4层楼悬，1楼的玄关，2楼的房间，3楼的客厅，甲4楼的下间甲厝顶。为了让厝较勇，伊调制这按摩头水含量比一般减3成，大大提升密度甲耐久性，寿命会当达到200年，是一般按摩头建筑的寿命4倍，真受业界懊恼。僕は日本の田舎の方からで生まれて育って。なんとなく都市にある建物というものがとても元気がなく寂しいなと。何かもっと建築を生き生きさせるためには建築を作ることと建築を考えることを重ねながらやっていこうと。这栋用将近20年时间打造的建筑，占地不到40平方公尺，呈现出真有特色的美丽，嘛真有西班牙建筑师高地的作品风格，因此和江福奇得到三殿的高地的名号。伫建筑风格甚至和比如做吉普力工作室动画电影内底的霍尔移动城堡，江师傅预估建筑会伫2024年年底正正地当起好，到时阵会甲建筑向后壁30公尺了后正式大入去。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上班的时阵，时也未到，明仔载去上咱做伙来看好明了。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0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提醒咱的观众朋友爱注意天气的变化，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